全自知惹禍，喊住認錯，Dada 女 Mika 俾飛喎。大家眼睛要明亮啲，依家係 Dada 選擇逃避，佢從來都冇將問題講出嚟一齊解決，而且佢已經蒲咗個頭開工做其他嘢，證明唔係身體唔開得工，而係利用大家嘅同情心作私心嘅政治決定。哎呀，終於都辣興埋前個位啦，搞到佢尋日喺微博發炮啦。只唔係因為 Dada 息影2日就極速為彭浩翔套曼珠沙華補氣咯。不過夜蒲3開工就冇影，搞到前個位你咁 hea 咯。但其實我到而家都未知究竟佢想點，因為一句嘢都冇聽過佢親口講過，或者佢嘅經理人交代過。其實即係有啲撲朔迷離嘅真係。我同佢能夠個角色，咁又扮埋神，咁既然做咗咁多嘢啦，咁如果有問題咧，都應該有表示同埋有發展，因為都我。電影公司會唔會追討翻追佢啊？我聽阿伍監製係會嘅，如果佢真係違約嘅，因為合約精神啦。前晚仲話因為 Dada 一句退出，成個劇本要執過啊！因為佢嗰條線係佢第一集嘅延續，即係你都唔會揾第二個去代替咗佢嚟做翻嗰場戲咯。咁我哋會直頭抽起佢條線改個劇本咁咯。可能阿 Greg 有啲影響，即係阿黃宗堯有啲影響咧，因為佢其實係黐住佢有。受影響嘅又何止黃宗堯啊，仲有同 Dada 有對手戲嘅佢哋啦。本身 Mika 喺戲中同 Dada 做好姊妹噶嘛，而家成條線抽起咗，佢都隨時被飛起啦。有傳 Dada 都知道自己闖禍啊，尋日就喊住咁向公司同事認錯，但係就仲未同施念慈直接對話咯。